政府話圍封窗戶嘅發泡膠導致火勢迅速蔓延，棚網就達到阻燃要求。本台發現同樣正係做緊維修嘅沙田瑞和苑用嘅棚網阻燃功能存疑，有學者呼籲要小心處理。宏福苑5級火起火原因未明，但政府話所用嘅棚網經化驗之後達阻燃要求，係封窗嘅發泡膠高度易燃，令到火勢迅速蔓延。住戶比宏福苑更多嘅沙田瑞和苑前年開始進行樓宇大維修，大廈外牆至今仍然被棚架同埋棚網等覆蓋。居民話施工期間同樣有使用過發泡膠封窗。本台將其中一塊發泡膠同埋圍網交由較大實驗室化驗，分別裁剪成15厘米乘7厘米進行防火測試。圍網離開火源之後繼續焚燒，用咗21秒就燒晒。圍網咧本身咧係聚乙烯嚟嘅，亦都係一啲可燃物。其實咧，如果喺有火嘅情況下咧，佢都會自己燃燒嘅。但係咩叫阻燃咧？就係當你攞開咗去個火源嗰度，嗰個火咧就會自己熄㗎啦。佢有呢一個磷酸鹽啦，同埋呢個胺呢兩個化合物。呢兩個化合物咧，可以令到咧呢一個圍網咧，第一就可以隔絕咗空氣，第二咧就可以減低個溫度。而同樣大細嘅發泡膠點着之後，燃燒得更加快，冒出黑煙同埋火舌，期間傳出刺鼻嘅氣味，大約17秒就化為灰燼。學者表示，一般發泡膠嘅成分中有98%係空氣，另外含有聚苯乙烯，屬於易燃物質。可以諗到，如果一啲可易燃物入邊又有咁多空氣嘅泡泡，所以咧係好容易會燃燒到。危險嘅程度，我可以咁講，我絕對唔會擺喺我屋企度啦。如果個繩網呢個圍網本身唔係阻燃嘅話，佢亦都呢一個聚乙烯，亦都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助燃物。見到佢好大範圍、好疏窿，所以呢兩樣嘢都係一個非常犀利嘅可燃物，係會令到個火勢急劇咁加速嘅。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話，燃燒發泡膠會釋放大量有毒氣體，過量吸入會導致缺氧、昏迷甚至死亡。佢會有一氧化碳同埋二氧化碳嘅釋放啦，一氧化碳就無色無味啦，就會同紅血球咧就結合，所以會令到我哋嘅人就缺氧啦。咁樣另外咧就仲多有一啲叫多環芳香烴嗰啲分解物，同埋有啲懸浮粒子咧可以入到個肺部，而刺激到我哋嘅肺部嘅。咁呼吸道咧，我見到嗰啲人就係開始有話喉嚨痛啊、咳啊，或者係聲沙啊，跟住再耐啲咧，佢哋會令到佢哋嘅呼吸有困難啦。佢又話需要佩戴 N95 口罩先至能夠有效阻隔大部分焚燒發泡膠產生嘅懸浮粒子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。